讲都是战友们一点一点教我的，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的帮助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特别喜欢听我唱歌，所以我这次来北京带她一起过来了。希望她能看见我在舞台上的样子，也希望我是她心中最美的妈妈。伯母，阿妈一起继续啊。